每週1、2、3、4、5看白天主食頻道。大家歡迎白天主食頻道。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就係好明顯就係聖誕節更新控制嗰陣重做咗控制嗰陣已經。大家你知唔知道控制嗰陣其實已經重做咗啦？大家係就喺凌晨嘅時候控制嗰陣就已經重做咗啦。係啦，我哋而家就去，大家仲有呢一啲聖誕裝飾，大家嚟或者點咧？歡迎下面啱啱我聽。其實我就覺得一般咯，係咯，都冇聖誕老人，係咯，唔係喎。睇住啲聖誕帽都幾好啊，跟住就抽下一個先，我都好耐冇抽嗰個啦。大家你哋懷唔懷念一開唔會俾3位差嚟抽啊？我都諗住想拍飯。好，跟住就火箭唔係啊，見火箭嗰陣咁差，大家火箭啊，大佬點解會火箭㗎？我咁耐我抽嗰陣抽火箭，隻手嗰陣幾臭啊！好鬼死臭先抽火箭喎，好差個，係啦。但係我聽聞控制果實已經成為咗第2最高嘅果實，即係話係僅次於龍果嘅果實，係第2最昂貴果實，要4000 R 幣才唔能買到。大家你覺得係咪？點解成日彈翻上去，又彈翻上去，又彈翻上去？有冇搞錯？有冇彈翻上去，彈翻上去，彈翻上去，又彈翻上去？搞錯！好得，今次我落到去啦啩？落去。控制果實咧，我喺度控制果實。控制果實真係僅次於龍果嘅果實咯，已經變成咗。大家你覺得點咧？大家如果同你哋講一個約定，我手上有2粒控制果實。我呢條影片突破咗50個 like 嘅話，我就送1粒控制果實。唔係，一條影片幫我帶嚟咗50個 like 加埋10位訂閱者，我送1粒控制果實俾你哋。實體控制果實，實體。參獎方式就係喺下邊留言話發翻俾我聽，呢個就當聖誕節活動，聖誕節大福利，好唔好？今次呢個楊先生就個 like 大家連訂閱好啦，下面完，拜拜。又落咗大手筆啊！大家歡迎喺下邊留言、訂閱、like 同埋鐘仔啊！好，下年再見，拜拜。而且大家仲有啊，就係大家參獎方式就係你喺下邊留言，跟住我就搞一個轉盤，我會抽1位幸運兒送出呢一個實體嘅控制果實，係啦，就係咁啦。參賽方式就係喺下邊留言，喺下邊留言，但係只限 YouTube 嘅觀眾，B 站嘅觀眾就不開放。